香港寸金尺土，所以好多人都話有間公屋已經係人生勝利組，但偏偏就有一個單位，明明可以住人，政府寧願空置佢，仲直接用磚頭同石屎將呢個單位嘅大門、天窗、露台徹底封閉，連門牌都拆埋。點解要咁做？咁就要由一單發生喺1984年嘅血腥慘案開始講起啦。當年5月8日嘅夜晚，麗景邨樂景樓3樓16室嘅女事主梁雪詩喺早前同22歲前警員葉少文分手。當晚心懷不滿嘅葉少文拎住把利刀，因為箍煲不遂而殘忍殺害前女友梁雪詩同佢18歲嘅妹梁雪雁。當日好多鄰居都目睹呢件事噶，血跡仲蔓延成條走廊添啊！雖然兇手最終都被判終身監禁，但呢個16號單位嘅恐怖故事先係啱啱開始。案發後，姓梁嘅一家都搬走咗，但每逢深夜凌晨3點嘅時候，3樓嘅走廊都會傳出一啲高踭鞋嘅行路聲。啲高踭鞋聲一直去到16室嘅門口，聲音就會突然間消失。最令人毛骨悚然嘅係，單位明明已經俾政府斷咗水電，但鄰居半夜都仲聽到隔離屋有開水聲，同埋有2個女仔低聲交談嘅聲音。當時接連搬入去呢個單位嘅新住客根本冇人可以住夠1個月，房署眼見鬧鬼鬧得太厲害啦，街坊集體投訴，最終決定封屋。佢哋用磚頭同石屎將16室嘅大門同埋窗戶徹底封死。自從封咗呢間屋之後，居民就再冇聽到怪聲，件事都暫時告一段落。你住緊或者去過嘅屋邨，又有冇一啲無端端被封死或者消失嘅角落啊？留言話我知，你哋有冇聽過或者遇過一啲公屋嘅鬼故？呢個世界唔止你眼見嘅咁簡單。